葬我。来来，哎，你吃啊！你知道我们蒙古人都吃这个啊，不吃会饿死的。来吧，孩子，来吧，啊！我们都是吃这个的，我们从小就吃这个，不吃会饿死的。快点，啊，听话。哎，我说，你甭管他，让他饿死。哎呀，你呀，他是个小孩子。来，阿萨来，快走，跟我来，快点躲起来。一站长，一站长，快给我换匹马，快点，给我换匹马。哎呀，大人没有马了，您啊到前面的驿站去换马吧，到前面去啊，就前面不远。你看清楚，这样的马能跑到前面的驿站吗？大人，您的马不是在我的门口弄坏腿的吧？您啊还是到前面那个驿站去换啊。哦，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哼，您能从那儿跑到这儿，怎么就不能从这儿再跑到前面那个驿站去换马呢？去吧，到前面去啊！我并不欣赏你的幽默，先生。我是阿斯拉罕的别克托夫省长，您要知道，如果你耽误了我的公务，我会让您后悔的，懂吗？什么？哎呀，啊！你是省长，你要是省长啊，你是省长，我就是沙皇本人。你，哎呦，哎，抓强盗，哎呀，抓强盗！鱼。抓住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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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别动！别动！很高兴见到你，达什顿队长。一站长，开门！又来了，这次千万别再是个冒牌货！哎，干这倒霉差事，有人来了你就不敢怠慢。如果他万一是个将军呢？哎，说什么呢？我说他万一是个将军呢？你这个家伙有点意思，怎么知道我要来啊？啊！哎，这真的是将军，将军，将军啊！您真的是将军啊！哎，说什么呢？啊，将军就是将军，什么真的假的？对不起，将军，我真的不是说您的。我刚才这里啊来了一个家伙，他冒充省长啊，于是我就把他。您好啊，阿德里扬·伊万诺维奇。嗯，是谁在叫我？别理他，这个就是那个冒充长官的骗子，被我抓住了。您就是百战百胜、所向无敌的阿德里扬老将军。快放开我！把这混蛋带出来！将军，我是别克托夫。你是别克托夫，你长得好像是有点像他。我是真的别克托夫省长啊，伊万诺维奇将军，你还记得吗？上次在我家里，你喝得酩酊大醉，错睡到了我的床上，这件事情难道你忘记了吗？真的是你啊！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是省长，快松绑！大人，请原谅，我向上帝保证，我真是想破头也想不到会有一个省长大人自己驾着车来，您受委屈了，我该死，好了，我不会和你一般见识的。不过，你必将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是，我实在该死。别克托夫省长，这发生什么事儿了？哎，
我个人的事情并不重要，可是俄罗斯遭到了羞辱，现在图尔扈特汗反叛了。哦，上帝啊！高耸的乌拉尔雪山终于落在后面了。被极度疲劳和饥寒耗尽精力的人们，变得像一棵冬天的小草，那么脆弱，还在不断地倒下去。漫长的归乡路，种种困难和考验，已经超出了当初的预期和设想。只有强烈的信念支撑着我们继续走下去。韩王让我们先遣队探测乌拉尔河的路，可能我们已经过了乌拉尔河的源头。准备吧，这次韩国几十万大军是一定要过河的。太监，看来士兵们不管付出多少牺牲，肯定能越过我拉尔河。可是那些女人、老人和孩子怎么办呀？把他们留给俄国人？既然带出来了，一个也不能留给俄国人。让我们的百姓砸掉坛坛罐罐，所有的人跟在我们后面过河，或者都过河，或者被水冲走，死在这里。是，太监。到金峡谷还要几天？韩王，按照我们现在的速度，后天午后可以进入峡谷。不过有消息说，阿德里扬将军的哥萨克军团也正在向峡谷方向移动。阿德里扬将军，报告，什么事？这个老头，他来了。阿德里昂将军的队伍正在向峡谷移动，去吧。是。策布克，舍楞有消息吗？还没有。派人和他们联络。是，韩王。达什顿队长，我劝你还是开口说出来吧。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真是过意不去呀。可是你也看见了，我没法说服那些哥萨克放弃对你用刑逼供。你不能硬扛着，这对你没好处。男爵，你担心我会因为硬扛而失去生命？谁说不是啊？我可不愿意看见这样的悲剧发生。可是我死了，你上哪找王子去？说的是啊，你的生命，无论对你还是对我都非常重要。难道我能让你这样死去吗？当然不会。好吧，把我放下来，吃点东西，喝点酒，或许我一高兴，能告诉你些什么。把他放下来。族人们听着，我将带领你们向佛祖和天神发誓，一路走向东方，一往无前，九死而不悔。出发吧！族人们听着，出发！兄弟们，过了这条河就是哈萨克的草原了。兄弟们，咱们提起精神来，一定要过河去！一定要过河去！一定要过河！
去了。哦，是不是你出门的时候，你老婆一个一个的数过呀？小伙子，把你的钱袋让我看看好吗？嗯，你们磁岗女人会法术，一看钱就没了。傻小子，你以为藏在衣服里我就没办法了吗？好了，摸摸你的钱袋还在吗？这不是在这儿吗？啊！给我！我抢到了！给我！哎，给我！给我！只能被抓住了。你是谁？我是他兄弟。记住，男爵马上压着他到这里来。小气鬼，回家让你老婆好好数钱吧。哦！你好啊，爵爷。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枕头掉在了床下，一只拖鞋却在椅子上，我就知道一定会走好运。磁岗女人，你说的是我吗？不是您还是谁呀？爵爷，快下马吧，让我给您看个手相。来吧，爵爷，人家都说我是高加索以北看手相最灵的女人。来，爵爷。哦，天哪，你杀过人？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军人嘛。啊，你好好看看我以后的运气怎么样？以后还要杀人？杀了以后嘛，我再看看。这里，哦，这里，不得了了！您要当皇帝？嗯，皇帝？不骑马是将军。我倒要想听听。爵爷，我的话。嗯。哦，爵爷，我再给您看看好吗？我知道了，您现在正在干一件大事，一件能立功的大事，跟一个孩子有关，是男孩。这个孩子的父亲母亲可是大人物。嗯，有点意思，你给我看一看，我能找到这个孩子吗？这个嘛，就得好好算一下了。这件事情跟那些大人物有关系，说出来会有危险的。亚什卡在，给他5个金币。是。哎，爵爷，您可真大方，我好好给您看看。来，哦，不过要费点力气，爵爷。那个孩子要到东南方向去。对，他会来这里吗？会的。如果你不碰到克星，他就会出现在你面前。你说什么？你说我有克星？当然了，他是个很狡猾的男人，很坏很坏。不过他现在已经倒霉了。对，说的对极了，亚什卡，再拿5个金币。哦，爵爷，您可太慷慨了，我得好好给您算算。不过，你要告诉我，你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嗯。爵爷，这
这就难了。我又没见过他，怎么能告诉您呢？爵爷，您知道有一个叫催眠术的魔法吗？催眠术，好像听说过。你会吗？我会呀，我是跟欧洲现在最伟大的魔法师学的催眠术。如果一个人被催眠了，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你问他什么他就回答什么，绝对不会撒谎和反抗的。爵爷，信不信就由你了。快走，走，快走！跪下，跪下！就是这个人吗？一看就是邪恶的家伙。就是他，你催眠吧。这样可不行，得把他的手脚解开。解开？你放心，他跑不了。有您这些威武的龙骑手在周围，还能让他跑了吗？一会儿我给他催眠，他想跑也跑不掉。苏芒，哎，等等，大师尊说她是个很了不起的女人。你给我听话。我太厉害了！我天哪，这么回事？现在开始，你要看着我，看着这个项链儿，注意看着，就这样。你的眼皮很重，你已经感到很疲倦，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好。诸位，截至目前的统计，图尔扈特共摧毁了韩国境内的全部5座哥萨克军营，俘获又遣散了军队。境内的18个政府驿站有16座遭到了破坏，还有就是乌拉尔河的要塞也被图尔扈特人烧毁了。这些该死的鞑靼人！该让这些异教徒到地狱中去。陛下，您对他们太宽容了。阁下，您的意思呢是在指责女皇陛下了？什么？您说什么？我的天哪！您说我在指责陛下？不是这个意思，不是的。陛下，我听说下面的一些官吏横征暴敛，中饱私囊，这也应该是图尔扈特人出走的一个原因。
那么是谁？请您拿出证据。难道是女皇陛下的官吏吗？是这样的，有些事情怎么可能？诸位，需要指出的是，在图尔扈特人的这些暴乱活动中，俄罗斯人员的伤亡很少，这似乎说明他们并不想把事情做得很绝。除了一开始对伏尔加河沿岸日耳曼移民的洗劫之外，对于沿途的教堂和私人财产采取了保护措施。据说这一切都是因为可汗我巴西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康斯坦丁，您怎么为暴徒开脱起来了？伊万诺夫爵爷，您主张向伏尔加河流域派遣欧洲移民，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可我们谁也没有追究您这种轻率的政策在这次冲突中的责任。康斯坦丁，这些消息可靠吗？是的，陛下，我也不愿意相信这都是真的。但是接获这些情报以后，我们进行了核实。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是的，陛下。那么您有什么见解，我的将军？我的陛下，图尔扈特正在乌拉尔河附近休整，他们下面的路线最有可能是沿乌拉尔山一线穿越奥琴峡谷，进入小亚细亚地区的哈萨克草原。根据这个情况，我布置拦截任务的部队现在正在调集的途中。好，我这里有一份情报，这是我可怜的娜迦写给我的。信中说，他在那里看到了俄国官员的压迫，还有牧人们的厌战。你们大家听着，您不能把他们变成俄罗斯人，即便他们当中的人信仰了上帝，学会了我们的语言，而且还用斯拉夫语的姓氏和名字，他们仍然会自豪地称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因为他们身上流的血是祖先的，绝不会轻易地遗忘和舍弃。我现在感到奇怪的是，这封本应该早发出的密信，我现在才看到。这也许说明，我想这也许说明娜塔莉亚公主的自由在图尔扈特人叛乱之前就受到了限制。诸位，你们对这封信有什么感想？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啊。我想，公主可能是在他们叛逃之前受到了蒙蔽，不了解事情的真实意图。如果像您说的那样，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信发出来呢？我认为一定是公主迫于压力才违心的为他们开脱，不是她真实意思的表达。枢密官大人，刚才您不也是为沃巴西说过好话吗？难道您也是受了他们的逼迫吗？阁下，您完全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好了，你们不要再争论这样的话题了。图尔扈特的叛乱让我们感到震惊和愤怒，我们要用一切方法去阻止他们和迫使他们回到伏尔加河。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我要知道是他们为什么要脱离俄罗斯，公爵将派哪支军队去担任主攻？是骁勇善战的阿德里扬将军的哥萨克兵团。蒙上帝赐予伟大智慧的陛下，在您面前，我们这些愚钝的凡人能说什么呢？我们都期待着聆听您的训示。诸位，你们大家都是俄罗斯的栋梁，今天我不要你们回答，但是让你们回去想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沃巴西这头曾被我特加恩宠的年轻的狮子，他为什么要咬断铁链而逃走呢？俄罗斯今后再也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公爵，你去告诉别克托夫，让他到阿德里扬的队伍里去，阻止不住沃巴西，他就永远不要来见我。好的，陛下。我想这件事最好的处理办法是由我亲自前去处理此事，我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吧，这件事由你去做，我会更放心的。陛下，陛下。塞尼亚，想什么呢？你们都是为别人活着呢，大士顿。那个孩子，
这是你们韩王的儿子吗？是的，可他一生下来就被留在俄国女皇身边，现在又被弄去当人质。我们就是要把他抢回来，还给韩王。可怜的孩子。你瞧，当我们这些自由自在的流浪人也有好处吧？我们那里没有皇帝，没有韩王，没有老爷，也没有奴隶，我们都是平等的人，用不着为什么人去拼命。可能我们以前也是这样的。一定是的。我们的长老说，很早很早以前，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后来有的人拳头硬，有的人心眼多。拳头硬的想欺负别人，心眼多的想多占一份儿，人心就变了。塞尼亚，那你们四冈人就不会变吗？我们想变呢，可我们变不了，我们太弱小了。大士顿，你完成任务后，真的会跟我走吗？你放心，我达士敦说出的话是不会反悔的。我信你。我就是问，你的心是不是真想这样做？大士顿，你就是我的斯巴达克斯，他是罗马的一个英雄，他扫荡了大半个罗马，起义队伍达到了10万。斯巴达克斯，他真厉害。那后来呢？后来，他抢了一个女人，罗马执政官克拉苏的妻子。这个女人爱上了他，可是后来起义失败了，他和斯巴达克斯一起战斗，一直拼杀到了最后一刻。我欣赏斯巴达克斯的勇敢，为这个女人的忠贞所感动。大士顿，我羡慕他们的爱情。塞尼亚，可我更喜欢的是你。大士顿，你说的是真的吗？王子，塞尼亚，四冈人有没有王子？没有，也没有国王、皇帝，当然就没有官员和差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可是，我们也没有祖国。你觉得这样好吗？我们谁也没有去想这个。我们生下来就是这样的，比如你吧，生下来就是王子，你就得当王子。你想过当这个王子好不好吗？想过你为什么不是一个普通人吗？我没有想过。对呀，就算你想过也想不明白的，非要去想不明白的事情有什么用呢？这就叫命运。命运？我到底是谁？王子？伯爵？未来的韩王？还是阿萨莱？